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黃金價格呢一兩日測試過1330美元嘅支持之後，有翻一個唔錯嘅反彈升幅。主要就係黃金作為資金避難所嘅角色仍然係存在嘅。不過，如果唔係美股繼續屢創新高，令到資金流向因素由金市流走到去美國股市嘅話咧，金價其實有機會已經上翻去1360美元呢一個嘅水平嘅。我哋可以睇一翻印度嘅因素對個金價會唔會有另外一方面嘅支持作用啦？尋日印度央行維持佢哋嘅再回購利率不變，維持喺6.5厘呢一個水平嗰度嘅。佢哋亦都表示啦，通脹喺出年3月上行到去5%嘅風險係有所上升，亦都指出由於正常嘅季候雨同埋政府加薪幅度上升嘅緣故啦，增長嘅勢頭係會回暖嘅。投資者消化完印度經濟正面嘅前景展望之後，配合翻亦都嚟緊係年底印度季節性黃金需求增加呢一個嘅元素啦，對印度喺黃金消費上應該會有一個嘅寄望喺度，對個金價亦都會係有一個支持甚至乎推動嘅作用。金價短期間應該會喺1334至到1358美元呢一個範圍上落波動，可以喺較低嘅位置啦，大概1334美元做翻好倉，睇翻上去大概1358美元呢一個嘅範圍。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